大家好，歡迎收看福喜來咧，我係 Rita 林妙天。今日當歡喜而邀請所有嘅朋友，大家共下來談新歌曲、談好歌了。呢一時係你嘅創作歌手羅思如佢最新嘅專輯，呢一種嘅創作專輯啊，你按到落腳嚇，落腳到哪位戲呢？喺節目當中好好來認識，你細細嚟分享今半夜睇裏邊羅思如，思如姐你好 ，Rita。各位鄉親朋友，大家好！哇，歡迎思如姐來到節目當中，又有最新嘅專輯同大家分享哈。3年才講出來，然後講講生日哈，人講1年啊生日就講出來，講音樂也個 baby 哈，真係我幾年嘅時間，因為沉澱咩，我寫歌，哈歌有詞有曲，還有感覺，係冇？係啊，都係一種專輯哈，大家等清叫總算出來了哈，一種專輯按到落腳，落腳呢度聽起來就有青島嘅腳誒，差不多天涯風，同土地有關係哈。係，我想落腳，每3年咧，1年天白來都有4個落腳，就係對阿妹嘅志向，好啦，係落腳都有4個，甚至呢1年因為工作，因為投入也係學求學，也係理想，也係追求自家嘅夢想，我落腳到青島嘅素材。好，嗰種係像1年呢，落腳西方，因為落腳西方嘅中間呢，人都帶留自家嘅土地、自家嘅文化，也係講一個地方產生乜嘅一種嘅感情，也係一種認識，也係一種感通。我想我一種專輯呢，就係寫人老土地嘅故事。哇，人老土地嘅故事吼，按你講起來，其實有同情嘅情感嘛，吼。我想一種專輯呢度，我落腳專輯呢度有一首歌落腳南莊，其實同你到南莊去做按你主題駐村係冇，駐鄉嘅藝術家按你有關係。喺我2016年喺受到台三線咧按你嘅計劃嘅邀請，加呢就落腳南莊。加由於我本身係苗栗人，係唔過係種苗栗市嚇。加落腳南莊呢，南莊從佢哋會待3年，一3年嘅過程。就係當然就睇到睇喺到中港海，看得到嘅山、雲、烏也到日頭，所以呢幾種嘅感受呢，就有一隻靈感，就寫出嚟2句話：一落腳土地受暖，一回頭山水面色。哇！你用一種隱居山林嘅感覺，當中帶啲嘅桃花源地度呢？這個人老土地係產生一種感情以後，你就會發現呀土地呀天地，冇乜回應背喺度青島嘅。係，哇！我當好奇嗬，帶啲南莊奶，所以我就按你做得談到總共係，你開門就見山嘅感覺嗬。係。嗰個本意有按你嘅靈感，然後做得3年以後，講出一種專輯啊。其實一種專輯是藝術歌嘅導向呢，藝術拍完之歌喺2002年就創作嘅，咁留低嘅歌嘅呢喺2005、2006、2012、2016、2017，甚至2018，6年嘅樣子創作出來嘅。按你創作家講到，創作一種專輯嗬，是要有感覺、有時間。其實你生命當中發生很多東西嗬，時間會當中搞出成為都會感覺。可能也寫一首歌曲，也寫一首歌曲，冇想到一個時間落去串聯起來，就變咗一種專輯。有呀，係啊，要不要一種專輯嗬？一看就發青島嘅心血嗬。嗰位我一拿到。
大家看到呀嘅完整嘅，你會先看到呀，佢嘅腦杯嘅包裝，就係嘅當槍啲嘅感覺。嗰個拿到呀嘅係嗰本咩？嗰本就知道哇，安尼嘅色水係當紫色。嗰個本人可能當上去看講，佢係乜嘅？大家認真看，佢係剪紙呢。鐵樹用安尼，唔過大家有發覺冇？也完全部係用紙，還個用線，係完全反駁嘅一個做法。我想因為音樂係從土地生出來嘅，咁我就也希望就講所做嘅青島嘅事情，要做得唔會傷害到土地，所以呢，盡量用做得較環保嘅方式來呈現，做清涼。係，古時我也張專輯完全冇用膠水，也冇用乜嘅糖嘅，也冇用乜嘅，就係直接用一種希望呈現一種手工嘅感覺。很個動詞言嘅感覺，很個有動質感。係，一般我們想愛用安尼剪紙嘅安尼概念，貫穿規個專輯美術歌曲。我做下張專輯前呢，就想講，也是嘅要用乜方式。當然，因為也按到嘅歌嘅，裡頭嘅係非常嘅老土地、老民間，有相關嘅。嗰種我就想講，剪紙一種藝術形式係非常嘅民間嘅，咁嗰時候呢就想，就去請一啲藝術家，咁後面呢就請到一張到吳根珍。一隻後生人呢，佢本身也可以講係世界級嘅一隻剪紙嘅藝術家。佢唔單止有一種地方民間嘅安尼嘅特色，佢嘅剪紙最主要就係有一種詩嘅感覺。詩嘅感覺，咁係想讓下嘅音樂嘅一種詩歌嘅幾種嘅質感係伊做得對花樣嘅，古時我就寫信嚟問佢，後面咧佢就回應講我當然要記嘅 demo， 必彈佢後面咧就讓我講佢當喜歡，甚至呢佢要感受到講美術歌嘅佢就愛做一隻作品來留我嘅音樂對花。哇！也真件係。杜好嘅，真見安尼有安尼嘅緣分哦，當初安尼嘅剪紙，其實唔講剪紙，咩人客家有親係關聯，唔錯，客家唔家講民間出嚟生活，唔過要做到當藝術，當有美感，就做得人家講國際型嘅，嗰個像客家人公園過節一樣嘅，個幾個寵物啊，福字啊，個寵花啊，佢會用安尼嘅剪紙嘅藝術，要動靜嘅，然後要一支剪刀，一種紙，用嚟表現人嘅情感。真嘅，嗰個我自己看也係一個人。佢嘅肚臍會生東西出來，嗰個也要有唔可以從喺聲音也係睇，就動到就生命力嘅感覺，係啊！一擺嘅專輯其實家講到有土地啦，有地方嘅感覺，菜地感啊，嗰個有青島嘅文化，其實要分做一四大嘅方向來做一個主題嘅串聯。係，我想一四大安尼嘅方向呢，像啲多元文化嘅安尼嘅安尼嘅呈現，就係譬如講像係洛陽南莊，其中嘅有一首按到沙沙拉拉愛，一首歌就係融合水下草、太陽草、韓國一條客家，係三種語言，係融合到鄉下，融合到鄉下。咁因為就講，因為南莊。我係做嗰度，雖然做嘅第三單嘢，不過呢就感受到講，其實譬如講水下做嘅阿婆，佢喺度講嘅客話，講到懂，講嘅係老，你完全看唔出來，佢唔係客家人，因為講到非常好，視野美好，海料美好，講到懂水，之後佢生嘅面容，看起來就
當中係哪一撮嘅朋友安尼？像下條客話，有安尼講一個人當厲害就講不來。哦，不來，嘿，不來，也安尼個係泰雅族嘅嘅所以呢，下條就客家也用。係拿來做為成法度行嘅一種語言嚇。安尼就係文化嘅交流。係。文化嘅交流。係。個命運嘅樂章係。我想也因為人講嘅命運唔單止係得生人有天命，嚇得生人嘅命運也係講文化嘅命運、時代嘅命運，命運無時不猜啊。係啊。嚇，咁故所也愛。也係講自由，也係民族嘅國家嘅一種命運。我想也係喺度台灣也啲土地所經過嘅留低嘅安尼嘅一種政治嘅啦，也係講社會嘅嗰種嗬，因為生存嘅關係，所以呢所產生嘅乜個上大也係樣嘅安尼情況嗬。我想也嘛係土地嘅一部分，係，當初就按得上嘅面嘅啲追求嘅嗬，看我係乜嘢，我啲內邊，嗬，也就係人講嘅命運嗬，唔係講當宿命論，唔過也就係成分嘛，就係成命嘛，嗬，嗰個講到有地方㗎，可能係南中啦，也係講以下。啲嘢我感受到嘅東西啦。韓國譬如講，有時個人到大陸館，呀泰魯館咧，叫做係屏東高樹鄉嘅條嘢一隻素材。咁一隻素材嘛係融合到條客家、河洛、平埔，嗰行個排灣，嗰行有魯凱族，也吳族，故所咧也所因為一隻素材青島嘅水源，加相對嘅也係上大嘅前提，因為長梯啦，長梯。係啊，嗰個加個睇梯前排就加人講，其實就包含強下菜聯變咗落腳一種轉型。當然睇下講，啲節目當中講呀本人感受到清好，心感到少女，樣做得唔錯個咯。好，等聊一下哈，真係有請使用者從高本睇下聽哦。啲好吧，潮來潮去，爸爸記在唱錯嘅講法，嘅湯色有兩條夫妻，就像天牛嘅死者，湯色湯色，你來做。湯色湯色，你來做乜嘅？山風景彩，我嘅聲音，冷風貼到胸下，山風景彩，湯色湯色，我把紅毛，湯色湯色，我未好毛，湯色湯色。
哇，噶睇下唐耶稣同色哦，就係因講嘅鯰魚咩？同色，我唐其實耶穌歌曲本來感覺唔清勇敢。用白講呢？因為你問同色講我把好冇，我沒好冇啊。你要講佢哋係天要來嘅事咋，就表示講爸爸媽媽冇錯。係啊，就講對我來講，我知道也係一種思念嘅心情啦。係有樣一個故事其實係我爸爸故事。佢外後生家嚇，30歲，有一年從面的水庫釣魚嘅，結果呢，今年咧1.5米就釣冇，就想去數線呢，想去轉起嘅，一層嘅水就湧過來，結果呢就看到2米銅色，潮過來，哇！就像個鹽鹼嘅絲紮樣嘅，嚇，係，我爸係當初講，唔過呢。佢一轉眼想到講，既然係鹽鹼來嘅，安尼嘅事咋？家下面我做得問講，我爸好冇，我未好冇。所以我特別聽到我爸講呢個故事，我就哇，目睭就是映出。後面呢50年過後，我將老耶穌詩歌寫出來。哇！既然自家一下聽，雖然也係爸爸嘅故事，自家聽起來對你來講。要反映到自家嘅生命歷程，經過乜嘅分離以後，會帶俾你安尼50年這樣寫出來耶穌。係，有人就講伊爸爸也冇錯嘅，嗰時候也等於講耶穌歌就唱係愛自家，就嘅經過嘅安尼嘅一種歌唱樣嘅，係啊，我爸爸好冇，我媽媽好冇，係做個門啊。好，這種感情啊，像，透過一種透過人生呢，有時就係一轉眼呢，這種當下，這種留一種感情，雖然佢係一種希望，也係講嚴嘅，睇起來一定影響嘅，不過就係因為人嘅愛，使之呢，也按那個希望。會變到就有個希望啊，加會表情啊，佢愛就連都強下嘅。係啊，真嘅。我知道第一種專輯地圖後面感受到老爸爸之間有同好嘅合作默契。因為雖然家講爸爸冇錯，唔講你同真相一份感情。嗰首專輯地圖沒有老爸爸跨時空嘅合作，老爸爸寫嘅詩，然後佢。個寫曲，個完成變成一首完整嘅歌，每次都講也係詩歌嗬。一開門，也專輯一開門，第一首歌曲就係《泡影之歌》。一首歌曲呢，一唱就係爸爸寫嘅詞，講自家呢要攞佢完成變做一首詩歌。我想地圖嘅建築嘅部分嗬，有3分鐘，地圖有當唱一首歌曲，表現嘅自由，要按你演唱，當自然當唱你嘅肚臍加上你身體發出來嘅，嚟睇下，你要表現自由嘅感覺。當唱 MV 3年相愛，做唔自家嘅注意，也係講相愛用嘅發生嘅時間，你就做到自由，冇受到任何嘅限制。我想在談愛用嘅樂音當中，我邀請師母去你演《泡影之歌》耶穌詩，好嗎？好啊，好啊。漂泊嘅雲啊，請老愛講，看到乜嘅呢？係咪看到一群後生人坐喺等候地面？沉思嘅雲啊，請老愛講，談到乜嘅呢？係咪談到一群後生人坐喺為自由歌唱？哇，好講哦！
来对起味道自由沟通。真嘅呢，而且嗰陣時羅龍先生係23歲哈，佢經歷過頭擺可能有280天，也講也係嗰陣時嘅環境啦哈，有對位社會事件啊、政治事件，我本期安尼嘅後生嘅吼，想到唔係單唱講讓我失敗，佢想要講我想要追求我生命嘅自主權定來，甚至如果對社會、對國家、對自家嘅故鄉嘅嗰種愛，咁都係從個壓制嘅社會，都係一個人做得樣板去追求。咁我知道我爸爸可以講係一個理想主義嘅，佢也當勇敢嘅去寫出自家對生命嘅嗰種追求嘅嗰種夢想。你知道吼，像我知道講，大人爸爸媽媽嘅想法會影響到一下佢嘅後一代咩？嗰個就係聽聽爸爸佢哋安尼追求自我嘅安尼生命嘅過程啊，知道使用前咩請組織噶，請勇敢，你想要做乜嘅？又係講你唔係講人講嘅可能講生意出啲烏卡一樣，你當勇敢表現你自己想愛嘅，講你做得真正有行動，然後佢實現出來。我想每一個生命就係為到愛，為到自由，為到人權，做個勇敢嘅去面對生命。咁當然生命有千多嘅困難，不過呢，我樣辦是用自家嘅智慧、自家嘅一種愛和力量去支持自家，然後甚至呢，應該做得開出人生千多嘅花。哇！其實你講起來，一模簡單咧，因為你講到愛啊、智慧啊，嗬，其實也係經過時間。當初安尼，當到嘅人家安尼，no 都可以演咧，哈。係啊，都係啲錄像男裝呢，耶穌歌曲當中，我知道咩係福音也嘅錄腳哈。因為你錄到一個地方，人家講咧有地方心、地方感，你錄到一個地方，真嘅層面韓國去愛一個地方，當初人去愛人同樣，你就愛有一個願意嘅心，講你看到佢嘅優點，講你愛。願意留佢去交朋友。我甚至呢，我想許多一隻素材，我當喜歡就係留自家放空。因為呢，人講嘅每一隻素材呢，土地有土地嘅嘅一種嘅過程，甚至也係講人文歷史嘅安尼嘅過程，有千多。所以呢，我知道就講有土地嘅素材就有歌，有人嘅素材。嘅故事就講唔完，係啊，所以呢，我希望更加多嘅朋友共下來潛出，一條落腳台灣、落腳到土地嘅千多感動嘅故事。係啊，一種真實地圖嗬，有人嘅歌舞團嘅樂團，韓國地圖睇個堂有人客家嘅獻呢，獻係乜人來？其實只要知道青島嘅台詞合作吼，等一下節目到陣啦，就來分享。其實地圖嘅編曲個音樂嘅台詞人物吼，對啲專輯地圖有青島嘅發揮推薦俾大家。大家做到福氣來咧 ，Rita 同大家分享咧係老師用最新嘅專輯喎，嗬，落腳專輯。像每日體狀行到咧落腳嗬，一路下來，當然佢嘅對土地嘅愛啦，講對生命當中對五線嘅出發，對四個嘅結合嗬。我想要當到嘅咧大方向現在冇改變，咁講我知道咧當到嘅音樂越來越親熱嗬，為寫大家，當寫大家嗬。所以我真係想，今日講到呢種專輯，除了你自家本身是係創作者、歌手以外，你有前度嘅台視級嘅音樂人會合作呢？係啦，一擺因為就講係題目按到落腳，加就係想講呈現台灣安尼個多元文化族群，
安尼互相安尼个融合以后的安尼个一种风貌哈。甲故说呢，个一种音乐性呢，也希望记住係要呈現安尼個豐富安尼個安尼個內容啊哈。安尼講起來音樂安尼動澎湃呢。故說就像除了國母團樂團我哋5個以外呢，就係有邀請6個。安尼個類別啦，嚇，佢睇咧就係我哋齊木鎮齊太師。哎呀，齊太師，齊太師係你睇種名義就有佢合作過誒。錯，咁入邊有一個邀請佢，像樂腳男裝，韓國有數很多百合強音，也有老佢共下合作。咁韓國有一隻一個台灣超有名嘅一個打擊樂，哈，鍾成達，大家都叫他達哥，他嗰陣叫達哥。嗰韓國一隻演出名呢，吹皮他嘅，哈，用皮公吹嘅皮他，做唔得人多，用皮公吹哦。係嘅冇人改啊，我吹嘅皮他冇人改。佢係佢其實係一隻條目，係台東嘅特別路開出嘅，哈，我都幾老。嗰韓國呢就係爵士嘅安尼個 flute 哈，長笛嘅音樂家，很多張英蘭哈。韓國有一隻薩克斯風，咪喺台灣非常有名嘅吹嘅薩克斯風嘅，很多謝明燕。嗰韓國有一隻喺法國，唔過佢喺台灣咧西郎，很多佢彈嘅係一種較中東嘅樂器。傳統樂器很多烏德琴，加其中有一首很多土地係安利嘅都起家，有邀請佢合作，故說就有6個安尼嘅邀請嘅音樂人。哇，嘅唔單止喺台灣呢，連國外都有啦。係想，即講唔單止我哋也希望即講用音樂互相嘅落腳。嚇，邀請佢啊，就落到。我嘅音樂創作度嗬，因為互相嘅產生一種新嘅風貌。係啊，嗰種係像也樂腳嘅專輯度項嘅創作，也係希望呈現安尼嘅意義。係啊，嗰個安尼留按到嘅無共樣嘅音樂專家嗬，無共嘅樂器來合作嗬，其實都係帶俾人啲音樂創作深度嘅養分咯嗬。看片上面演奏同自家演奏嘅感覺無共樣，嗰個嘅呈現嘅編曲啊。韓國顏色嘅呈現，像我哋亞種專輯地度彈動，我就知道，日本有7度無共嘅聲，那只有清河彈。當然，也客家嘅專輯地度，加入弦呢，就係一個有客家味嘅元素咩？嗰個有了齊木鎮太師，我真係知道佢非常嘅定一下，我知道佢啲台當老台下係共用嘅，因為共用因為你平常時都係講法，我就說佢講法。都有意思，都有想法，個都有適應啲嘛。奇怪，平常人講法就像安尼，佢連平常講法就有4幾8節嘅感覺，也完全係3個分。嗰時候也班係彈佢愛嘅弦咧，那之後了解平常時表演時節嗬，當然佢平常表演，哇！啲舞台上真見就係佢嘅生命，從頭起共樣按流暢，我也班佢啲地度。係較惡嘅，較點狂嘅，有呢，我聽到較點狂嘅，一係節目真太時嘅哦，一係用嘅方式，當初係你的 live 錄音按你留下來。因為啊專輯度項其中有2首歌做很多百合強音，嚇，咁百合強音呢，第一隻版本呢係做係老嘅皮他嘅演出名呢，嚇，嗰種對話嘅感覺就開當中轉到一隻。當神秘嘅泰山泰水度嗬，深山嗱係深山度嗬，嘅講啊，天天嘅天講啊，嗬，水樣也得喎，也係烏氣啊，也都天嘅出嘅流嗬，咁另外一隻版本，蠻很多百合強音，就係老齊木鎮徐老師合作嘅，嗰係有大哥嗬。佢打嘅呢八音鼓，八音鼓。咁因為耶穌歌嘅唱家我就想講，我就問老師講，老師，佢別講呢緊重慢啊，按你嘅弦呢冇挨冇叫，
嘿，讓唔係，你每日都嘅問題啊，要做啲安尼問題，其實係調試問題啊，因為你一定會啊，做冇，佢就係你會冇。因為啊，嗬，嘅建築咩？因為建築藝當然傳統嘅，我相信佢會愛，唔過呢，愛留按你嘅現代創作，又愛建築咩？我因為批下，人家喺三種目標嘅東西，都會考試哦。你講，我開始要做假嘅呵。結果呢，老師喊傻批哦，one take， 600就 OK 其實你好算係呢度係完全當到即興嘅部分，因為講我做現代音樂嗬，現代音樂嘅音樂語言啊嗬，然後傳統冇共用，一個北管，北方嘅音樂，北管音樂佢嘅樂器嘅特殊性，然後按你現嚟嘅客家嘅又冇共用，one take 嗬，睇下好彈一下嗬。係啊，所以我哋比方到前後輩藝術，就有一種恰神恰甜哈，還有萬福嘅一種感覺。哦，因為也什麼屬果嘅咩，所以呢什麼嘢做來係做一啲萬福嘅。哎呦，還有一般嘅你嘅構想哦，按你就係萬福就完整嘅意思啊哈。哦，古時係你啊哈，係想老齊木真先生合作按用數歌曲，韓國係想加講到按比迪嘛哈，其實係真正要彈過比迪嘅演奏，其實係對呀樂器非常嘅好奇，因為用再用氣運氣咩哈產生共鳴，唔該用屁股哈，按你跳起當然係動詞嘅，嗰係佢原本嗰件冇嘅按你。要愛演奏以前，要唱歌，我要唱歌，用佢嘅冇眼改，會粗粗嘅冇，你粗粗係咪？要咪多冇，一係我自家啲上嘅啦。我真嘅，因為比啲學嘅輕太健啲冇，我按你拿定，邊啲啊屁股，屁股窮我才佢睇。係真嘅，因為當嘅練習咩嗬。我先主要就講嗬，佢用嘅咧。屁股也頭拿當規則嘅，哎呦共鳴，所以呢，呢種氣嘅流通嘅方式，流水流通嘅方式完全冇共樣。哇，你看按你有相片嗬，佢記得按你全神貫注，動專心來吹，我按你嘟嘟開始吹要跳哪款冇？哦，要啊。哦，吹到熱昂昂完全唔知東南西北。嗰時係喺舊半陣嘅咩來哦？嗰記得嗬，記得演出面一吹人哋嘅皮他嗬，係做唔得一般嘅人去吹，尤其一天愛男性，嗰個愛歸錯，上做得。也當然路可以做嘅係按嘅，台灣麥強樣，因為啊嗬也皮他。老基亞地位文化導向嘅一種較儀式性嘅嗬，我了解。其實係不過莫強用嘅總教就按呢，意思講當唱唱歌，因為有氣，屁孔有透氣，卻有生命嘅意思，就冇唔啲係唔係父系社會嘅關係啦。就講寫來啊童聲，一定要寫來當做嚟唱嘛個歌，當做嚟落教堂。我知道有按呢嘅味道。佢一定就講規天係一天要歸錯，個甚至呢愛係題目，有成分就錯嘅，就按你有引導，有領導力，有影響力，按你張做的帶領按你嘅聲音進入到天梯，還有佢嘅助力，每一種溝通。跟人用咗地盤哦，當然一下好，嘅排完錯嘅有一隻五線嘅音樂人，佢用到少年友，佢其實係五線應該做唔得出嘅，唔過你叫咩打破按你嘅禁止係。鼓手一下難平地，哇！真嘅一種正式推薦本係㗎，當然張嘟嘟呢前參咪要簽到嘅講錯費嘛嚇，講唱費本係㗎要做啲彈動音樂嘅想法，構想個彈動唱歌，下半年還有發通分享本係㗎，錯冇？8月4號為係關係，加韓國8月17。
係客家貝拉，留嘅唱阿卡貝拉嘅團體嚇，合作，嗰行個9月30有一隻陶冶咧體驗藝術嘅安尼嘅表演，嗰行個10月20咧係客台音樂節，按到峽谷音樂節，做嘅花蓮，做嘅花蓮嘅太魯閣，係啊，哇，很讚到哦！所以邀請大家呢，迄個大家想愛親身哦，無論去哪場，前後就每一場就去啦，吼，就會聽到無腔樣嘅音樂，還個從天無腔嘅感受咩咩無腔樣，什麼安尼出來落腳美意嘅所在。係啊，係啊，今日非常感謝蕭詠芝來分享最新嘅落腳專輯，推薦俾大家來聽看啊！經過安尼3、4年，羅詩詠又推出咩嘅好音樂俾大家呢？再次感謝蕭詠芝，感謝安之生，咩感謝所有嘅朋友今半日來收看嘅節目，記得咯，等下行我聽你先生來做運動了，張來了，拜拜。